年母。替我甲家是几个囝，你讲好无？你莫伤心是？我当然相信，要无我即马上较关心的是，要安怎将你这个身体养好。会啦，我一定会听你的话，赶紧将身体养好好。我要替你生一个囡仔，你讲好无？你是安怎唔敢看？啊？你看我，你讲好无？好是好，要毋过，你喊我安怎？啊？你莫逼我好无？我哪有逼你？你是安怎啦？是安怎你讲啊？小主，是要叫安怎讲啦？是有啥物代志话你讲？敢讲你有代志咧隐瞒我？啊？你讲啊！敢讲你真是有代志咧隐瞒我？医生讲，讲你以后袂死。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小主，你是安怎？你哪唔讲话咧？小主，我不相信，一定是你甲我骗的，你甲我骗的。我知影你无法度接受这件事，但不过这拢是真的。我真不愿意回知，本来想要瞒啦，也毋过看你安尼，我实在无法度无甲你讲。小主，好，你做你尽量靠。我莫相信这款的代志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一世人真是无都听到我的囝叫我一声老母。你真是无囝，啊！你好开又现实要安怎？我一定会做失望。你敢肯接受这款的代志是？我是要安怎妈，恭喜恭喜，多子多孙啦！哎呀，多谢多谢。哎，有食油饭无哈？有啦有啦有啦。哦，这个，来，食红软来。多谢多谢。姐姐话你来哦。对了，彩薇啊，你问迄个文仔看卖，你若第时抱转来，我听讲甲举行这三条礼。妈，什么叫三条礼？哦，三条礼就是吼，囡仔出世3天了，甲洗身躯啦，叫做三条礼啦。
不过吼，阮孙仔身体无较若好，无较6天吼，啊12天拢会用去啦，嘛用洗哩。啊，阿母啊，太病院内底，逐工嘛咧甲囡仔洗身躯，咱着搁甲洗哦。哎哟，乌白讲，这名马虎咧，你知毋啦？这着爱三条你甲洗洗咧吼，后摆囡仔搁来较好摇饲啦。哦对啦，你还会记？咱着爱搁拜鸡鸭吼，啊这鸡鸭吼，着爱安尼抬抬的时阵吼，骹甲扭长长，啊毋好甲搭咧巴肚内吼，会记哦。我看拜牛头马也有那较好。到底是咧讲啥？乌白讲，啊骹甲扭长长吼，后摆才会食落甲食好。妈，你为啥疼孙啦？啊，你这种替孙的孙啦，你哦以后大富大贵哦。多谢你。囡仔哦，安尼这出世啊，是我头一个孙哦，当然袂伊遐尔啊马虎咧。对啦对啦。咱嘛希望讲囡仔安尼啊出世哦，会当咧勇勇行行好摇饲吼，后摆才会出头天啦。啊，我为着因母仔囝吼，搁下愿食材了。安尼啊？安咯。哎，多谢。哎呦，阿母的啊，哎呦，食菜的营养不良，身体会歹歹去呢，唔好啦，啊嘛无路用啦。到底是乌白讲啥啦？啊！我若无下愿食菜吼，秋子哪有法度生一个肥肥白白的孙互我？妈，阮遐厝边哦，因大叫我代表甲说多谢。哦，因拢有食你煮的麻油饭呢，偌好食咧，大家都有食着呢。哎哟，免客气啦，这应该嘛，全庄我拢嘛送油饭啦、红卵去互因食。安尼啊？对啦，啊，若等那个满月时阵吼，我要搁送迄红菇粿啦，吼，迄红桃啊，互大家食。啊，甚至请因来食满月酒。妈，我有听讲哦，你要搁银楼哦，拍什么金元宝互伊哦。迄个银楼了，伊个先啊甲讲的呢。有影。本来哦，我想拍1两啦，我想1两哦，我一批仔囝尔，无够大，尾后我甲改哦5两啦。5两的哦。啦，甲大两只较歹头。对啊对啊。摆遮吼，拢是互阮孙哦做财产啦。妈，你就是人足好想的啦。奶头这个通仔，现在头你小不来出事的哦，你也对我那个狗毛呢，啪，哎呀你叫小朱，互因查某囝来，我来甲伊饲你。安怎？你不爱我饲伊是？毋是啦，人小主讲念伊出院，伊要互因查某囝惯心莫食你的面。你若袂甲饲，我叫伊甲囡仔抱入来。这么济啉水，可惜无一个囝通饲。小主，你哪搁咧哭啦？无啦，来，我来饲。你莫互我饲是？你是咧担心？你看小美哭我其实，你若是互我饲，姐姐，我感觉我是一个查某人，我亲像一个。哦，对啦，就这间啦。嘿，啊，明明囡仔就咧食奶啦，讲囡仔拍算去啦，还乱来啊！请问你是？哦，歹势，啊，我就只来托讲啊，啊，讲这间囡仔讲安怎啦，啊，可能误解啦，是咧。无毋对，是我囡仔叫拍算。哦，安尼哦。先生，我拜托你，你着好好替阮囝做法事呢。虽然我囝无命，也毋过，我嘛无希望讲清清彩彩代代。是啊，头公啊，阮阿某拢希望将这囡仔好好安排做，啊，到你甲安全好势。这无问题啦，啊，花茶要较好个吼，阮价价装了吼，好，你做花茶真够做，毋过价钱真贵哦。无问题，加开我是无要紧。好，那咧我专个甲你走一撮吼。啊，小等下，
昨天吼，计甲我请2个法师，好好甲念经超度。我希望阮囝会当安安心心去。啊，搁有咧，计甲我买一寡裤钱。我无希望讲，阮囝去阴间会互欺负。秋水，你放心啦，我甲伊去，我来处理好事。好，我今日来去。哎，文仔，安怎？要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我想袂起来。你是有啥物话要甲我讲是？无啦，我真是有安怎。半边过引起阮迷日草烦，一阵一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分开心。来，好势，你来看卖来，这地拢讲是结定，你来看卖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好电视啊，你啊看，这地你看喏，这后壁悬悬是好靠山，将来子孙啊做大官。啊，头前是有水岸，头前这代表财源滚滚，这地你看得安怎？你若是好，我来甲地主参详看卖咧，叫伊算较俗咧。老王，拜托你甲保守处理，唔通互别人知影讲我卖我。哦好。大乖，歹势啊！牺牲前途打算，思人心头酸，为咱心矛盾。面上哪整理甲遮整齐？好势呢，敢会手拄要写互你的批，紧看卖。文在，等你看到这张批的时阵，我已经无活在这个世间啊！请你免为我悲伤，我是想真久才决定要安尼生做。只要求你看在翁仔某的情分上，将我甲囡仔带做伙，像我一个予医生宣布袂当搁再生的查某人，是要安怎负担起替好甲传统接待的责任呢？我不忍心看到阿母遐尼想要抱孙，将来迄种失望的打击。我也知影讲，阿母绝对无可能接受我是一个无法度搁再生的查某人这个事实。希望你甲阿嫂会当安慰伊老大人。文在，你应讲是一个标准的翁婿，也毋过，我就是袂用做一个好的家后。袂当白头偕老，是我的遗憾，请你原谅我。可是若是有后世人，我希望会当做牛做马，好好来奉待你。最后，我要恳求你，将我保护袂记，以你的条件。一定会搁再找一个好太太，好好来款待你，替好甲团众接待。
嘛？哎，恭喜你哦，小李年年进农村，咱大家唔才有布袋戏通去看。多谢多谢，若是逐年吼会当得金孙吼，我听讲请布袋戏搬3个月，互大家看。哎，来，这啦这啦。哦，迄生理准备甲粗糙哦，安尼开袂少哦。哎呦，这应该嘛。来，这啦这啦，多谢好谢好谢好谢。彩花啊，啊文才啊吼，这社神的场面应该来，唔才对，哪会无来啦？做假的人安尼真捌礼数。半冰过引起阮迷日草原，一阵一阵为前程，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前夫困困时阵来赴。你讲啥？啊有死无？好，我即马随来，我即马随来。彩花，啊你是要倒来？我来病院来求助伊哎，吼。无啊，啊你拄仔才讲什么人死？是啥人？求助啦！求助啊？毋是，是甲求助共病房迄个阿朱。因为吼，伊讲伊无钱通敢要病伊结孝，所以吼。无钱好立结孝，安尼何必伫遐哩紧张啊？搁那出人命哩？就是出人命。啊？出人命？毋是，好佳仔已经互救起来啊！我即马会使来去啊吼。莫讲这种话，万一你真是若死，叫我要安怎？叫我要安怎活落去？我就是一个无路用的人，但是我都不再是，我免死一个查某人上。也毋是你的问题，你莫安尼黑白想，不管阿母什么想，你永远是我的记忆，永远都是我想是嘛。即摆已经无代志啊！彩花啊，啊，求主毋是拄仔才生一个后生，是有啥物代志一直想袂开咧？啊，文才敢无甲你讲？伊有讲啊，伊讲吼，拢怪伊啦，伊对不起求主，拢是伊毋对。啊，伊到底是做啥物对不起求主的代志？搭这因两个代志，咱莫甲因管较济啦。啊，你看你安尼规身躯干枯枯，今日等你换衫，若无你寒着都摸，今日等你多谢你。无要紧啦，我陪你去看求主啦。唔免啦，手主有我看，文才两个甲伊顾对使啊啦。多谢你，你今日转去啦，转去啊！转去啊！
保掉，有闲再来阮兜佚佗。秋子，我想要这个囡仔送互恁人啊无有用。